Hello，小朋友又見面啦！今日波兒要同大家講一個好得意嘅成語，就係自相矛盾。喺戰國時期嘅楚國，有一個賣兵器嘅商人。有一日，佢喺街頭擺攤賣嘢，吸引咗好多人嚟睇啊！佢就不停大聲推銷自己嘅貨品。首先，佢拎起一塊盾。呢塊盾係用嚟抵擋兵器，保護自己嘅。嗰位商人大聲咁話：大家過嚟睇下啦！我呢塊盾天下無敵，無論幾鋒利嘅刀槍都絕對刺唔穿，打唔爛噶。圍觀嘅路人聽咗都覺得好厲害。跟住商人又拎起一支矛，呢支矛係用嚟攻擊嘅兵器。佢又繼續喺度吹噓。呢支矛更加犀利，世間所有堅固嘅嘢一刺就穿，冇任何嘢可以抵擋㗎。呢個時候，人群之中有一個聰明人，忍唔住問佢：喂，你話塊盾萬物都刺唔穿，又話支矛萬物都刺得穿，咁用你嘅矛刺你嘅盾，究竟會點啊？嗰位商人聽完即刻呆咗，根本冇辦法解答，尷尬到面都紅晒啦，即刻執嘢走咗啦。所以呢，自相矛盾呢個成語就係形容一個人講嘢做嘢前後不一致，自己打自己。小朋友，呢個成語非常好用，我哋試下俾啲例句。同學話自己最中意做功課，但係日日都拖延唔做，實在太自相矛盾啦。大家記住啦，我哋做人要言行一致，講嘢要實在，千祈唔好自相矛盾啦。